OK， 首先就切咗個頭 ，OK， 跟住再破一半啦，破一半攞嚟蒸㗎啦。呢個就係蝦頭，呢個係老虎蝦，老虎咩野生老虎蝦啊！一陣睇下個鮮味你就知嘅。我哋而家幫佢搣急咗。OK， 呢個做大撈，一凍上嚟 ，OK。呢個係野生老虎蝦，沙巴州嘅，係，所以咧佢嘅鮮味好靚嘅，佢係紅色嘅，同嗰啲自己嗰啲養嘅老虎蝦唔同嘅，呢個係野生嘅。我哋蒸出嚟係紅色嘅。啱啦，係啦，你睇下有分別嘅，野生嘅咧係青色嘅，我哋呢個sorry啊。野生係紅色嘅，嗰個咧養嘅咧係青色嘅，所以係唔同嘅，唔一樣嘅。你去到 NK 啲係咪？嗰啲好平，但係嗰啲係養嘅。蒸出嚟嘅蝦咧係紅色嘅。係啦，今日四哥親手煮老虎蝦俾我哋食啊，賺到我哋。OK， 首先打咗粒蛋白落去，跟住再加啲豉油落去，要加啲靚豉油啊。OK， 加咗落去，再加啲胡椒粉。再加啲鹽，再加啲雞精粉，跟住再攪佢 ，OK， 攪佢，跟住再加啲熱水 ，OK， 跟住再攪佢，發勻勻佢，跟住再放啲薑，滲啲薑落去，可以滲多啲㗎，如果中意食薑嘅話。OK 啦，放完薑啦 ，OK， 差唔多就可以發勻個蛋啦，所以就可以淋落去啦。嗱，呢個咧就叫係蛋白煎啦，蛋白蒸啦，所以呢個咧係好鮮味、好香嘅呢個，其實唔係好難嘅啫，其實有心思嘅話。頭先咧就已經安嫂已經放咗薑絲 ，OK， 跟住咧就淋咗蛋白。我哋嘅老虎蝦咧就係用蛋白蒸，就又係蒸嘅啦，係好健康嘅。organic 嘅，嚟開鑊最緊要水要滾啊！水要滾啊！一樣放佢，阿芝麻仔放佢，so 就幾多分鐘啊？安嫂啊？10分鐘，又係10分鐘啊！嗱，靚嘢啊！正睇下啦，嗱，呢個叫做安嫂叫咩啊？滑蛋白蒸，就係咁簡單嘅啫，又係用咗10零分鐘嘅啫。大家攞出嚟小心啲啊！好熱，OK。哇！嗱，安嫂今日先特別嘢就加啲咩啊？今日開心咧，而家安嫂咧就加啲咩老友花膠老酒，花膠老酒 ，OK。平時飲酒係乜多啊？食蝦摻埋個酒一齊食。今日就試一試啦。少少啊，唔驚老人家會醉啊。哎呀，幾香啊！你睇。芫茜葱，仲有啊。OK， 搞掂上台。OK。大功告成。嗱，我哋大概用開20分鐘左右啦就完成咗呢個咩啊？蛋白蒸，又係簡單而快。你睇下顏色又好食係唔同啊啲顏色係又有好靚啊，最重要係鮮嘅，啱啊，最重要老人家食到健康。啱，OK。